心世上的穹苍。你的心是广大，我神我天父，举目转动，婴儿藏在你心。你不改变的慈爱，永不转移，无始无终的神是恩不尽。春夏秋冬四季，又在中守着，日月星辰时刻旋转不止。宇宙万物都为造物主见证，诉说天父莫大心是仁慈。你的心是广大，你的心是广大，今晨复今晨，主爱日更新。我所需要，你赐手丰富预备。你的心是广大，现在我生。你赦免我罪愆，赐我永平安。你常与我同行，安慰扶持。今日力量，一日永恒的盼望。你所赐我恩惠，丰厚无限。你的心是广大，你的心是广大，今晨复今晨，主爱日更新。我所需要，你赐手丰富预备。你的心是广大，现在我生。你的心是广大，你的心
感谢主，让我们一同聚集在他的殿中，一同敬拜我们的上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面一片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看光是好的，于是上帝就把光和暗分开。是不是有今天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如果有的话，请你起立，让我们一起欢迎你。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圣工。今日中午12点，洗礼信仰座谈；下午1点，小会于教育馆201教室。下周主日6月7号，总会锁定环境主日，当天也是圣礼点。下午1点，第4场礼拜，新古典敬拜礼赞与礼拜堂。6月5号星期五晚上8点，于礼拜堂举行祷告会，请兄姐踊跃参加。台语大挑战初赛于今日5月31中午12点截止收件，各组将取分数最高前5名进入决赛。决赛于6月14星期日下午1点，礼拜堂举行。本会定9月19星期六到9月20星期日，于东北角福隆举办全教会灵修会，专讲讲员特别邀请马约翰牧师分享，报名到6月7号截止，详情请扫 QR code， 欢迎兄姐踊跃报名参加。6月5号星期五上午9点半，台北中会松联市公部创立40周年感恩礼拜于台北马街医院。6月6号星期六上午8点45，台北中会传道部举办进阶长职训练会于大道城教会。今日下午1点，爱家团契邀请英气文化艺术基金会洪颂恩老师分享从音乐思考上帝与礼拜堂，欢迎兄姐参加。6月9号星期二上午11点，台湾神学院举行学务长王荣信牧师进城退休感恩礼拜，于神学院礼拜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预备心的向主歌唱。弟兄姊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用“愿你崇高，愿你的信实广大”来一起颂赞他。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
大，你的心是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上大穹苍。是的，主，你的信实广大，我们要一同来歌颂你的信实。你的心是广大，我神我天父，绝无转动，因而藏在你心。你不改变，你慈爱永不转移，无始无终的神是恩不尽。春夏秋冬四季，又在中收成，日月星辰时刻旋转不止，宇宙万物都会造物主见证，述说天父我那心是仁慈。你的心是广大，你的心是广大，清晨复清晨，主爱日更新。我所需要，你赐手丰富预备。你的心是广大，现在我身，你赦免我罪愆，赐我永平安。你常与我同行，安慰扶持。今日力量，明日永恒的盼望。你所赐我恩惠，丰厚无限。你的心是广大，你的心是广大，清晨复清晨，主爱日更新。我所需要，你赐手丰富预备。你的心是广大，现在我身。
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一同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愿你的荣耀充满全地。感谢你呼召我们作为你的子民，也感谢你使我们能一同聚集来成为你的教会，一同来得着你所赐下福音的好处与那奇妙的恩典。我们虽然不配，但求你在我们带着满身的伤痕也好，心中的愧疚或悔恨也罢，当我们每次跌跌撞撞的来到你的面前时，都求你的恩手亲自医治，并且全然的赦免我们。主啊，在这末后的日子里，求你按你所说，将你的灵浇灌我们，使我们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虽然世事纷乱，但主啊，世界在你手中。求你保守在远处饱受战火煎熬的子民，也继续赐下你满满的恩典，在我们所定根的这块土地上。主，愿你兴起你的教会，愿你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愿你的福音兴旺，使许许多多人得着耶稣，借着耶稣与上帝和好，能回转归向你的恩典之中。愿你保守我们士林教会，从牧者、长子及众弟兄姐妹的心，能够时时遵行你的道，成为你圣而公的教会。当我们奉你的名传扬救恩，踏上宣教的旅途时，愿你使我们在各样事上能忠心做你的仆人，为主做见证，成为你荣耀的彰显。接着，让我们一同用主所教训的主祷文齐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接下来，我们一同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我们来攻读上帝的话语。今天的圣经是以弗所书第1章23节跟第5章25到27节，分别在新约圣经的294跟298页。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做丈夫的，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使它成为圣洁，好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缺陷，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来，我们一同来诵读今天的金句，请可以看周报或是荧幕，我们一同来诵读2次，请。提摩太前书3章15节，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3章15节，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愿上帝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接下来，请我们本会的许承道牧师来证道。今天的题目是圣而公的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感谢上帝，在他预备的时刻，我们从聚集。每个时刻，每一天，其实我们都为2件事情在关心。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切身的事情，我现在身体状况如何？我现在做的事情，我跟人的互动，这个跟你有关、直接有关的事情，一定是你每一天要祷告，每一天去思考，甚至要想到策略，想到怎么样来面对，
怎么来弥补，怎么来建立，这个一定是你要从这个自己来出发。但是如果你能够关心到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关心到你所处的环境，因此你会为家庭、为你的社区、为这个国家，甚至为世界来祷告，祈求因着这个群体比较恰当合适，所以我们能够在那个中间得着正确的方向，自己理想的实践。就好像我们在座有很多的伙伴，当我们的孩子第一次到学校的时候，现在孩子越来越少。你第一次上小学或上幼稚园的时候，你绝对不只是关心你自己的孩子，你还会希望同学也好，老师也好，这样的话，我的孩子在那个地方他才能够得着帮助。如果你只关心到你自己的孩子的话，那他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挑战。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生命，认识生活中间的功课作业，但这个是放在一个大的群体里面。这个群体，你无论是放在社区、家庭或国家或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在台湾。如果人家问，在台湾有什么好？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周游列国，到时候还是喜欢回到这个台湾。我们也认识了不少的朋友，我想我们大家周遭都有，尤其这几年，因为移动很方便，所以一年出国3次5次不算多。我认识一个退休的一个那个长者，今年刚刚好80岁，但是在过去这10年，单日本一年大概要去5次到6次，所以很多大家在一起就干脆跟他说：“你干脆在日本买个房子好了，对不对？”他说：“不要买房子，你就死在那个地方了，不是死了，就被锁在那个地方。2个月去一次，然后大概1个礼拜，上礼拜刚刚去福冈，然后2个月前去京都，然后什么时候去哪就在那个定点，就住个几天。这是一个移动的世代，连年轻人都这样。2个礼拜前有人去釜山，昨天晚上有个年轻人跟我讲说，6月5号他要去釜山。年轻人会找那种最便宜、CP 值最高的。这是一个移动的世代，但是移动了以后，你会常常听到他们回来又说：“哎呀，还是回台湾好，睡在你这样的一个床铺。”对你来说，上帝让我们在台湾，你觉得台湾什么好？很多人说台湾好，其他外国人也好，他们常说台湾什么好？水果，然后好吃的东西，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我们住在台湾，你觉得台湾有什么好？还有什么？便利商店，这全世界只有台湾。这种便利商店便利到其他国家想象不到，便利商店连你要寄东西、洗东西什么等等都可以。好了，我们提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是在上帝给你一个命定，在台湾这个国家，他一定有借着你的生命，跟借着在这个地方要向世界来宣扬，成为上帝的子民那样的一个喜乐跟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国家台湾来祷告，不管有什么样的功课，这一切都一定在上帝的掌权之中。而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的家呢，我们一样要常常放在祷告中。连教会都是上帝的家，刚刚我们背的金句。所以在今年919、920有一个灵修会，盼望还没有报名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思考一下。我们这次借着讲员马约翰牧师，他去年美国长老教会的牧师，去年美国就把他说该退休了，就回美国了在台湾将近30年，可是他有台湾的身份证，他算是台湾人有台湾的身份证，所以他今年9月9号要回来
2个月，所以趁这个机会，我们邀请他在我们的灵修会中间来与我们一起。他不只是当个讲员，也会在那2天陪伴我们。我们有什么样可以跟他一起分享的？他是美国北卡，原本是那个地方在教会牧会，后来成为宣教师来到我们中间。也盼望这个灵修会让我们弟兄姐妹对于我们士林教会这个家有更深的认识与认同，一家人一起来参加。而这个就是我们在说的教会。我刚刚说台湾有什么好？有人说，人是台湾最美的风景啊！很多地方、很多国家会这样。你外出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好人，你就会发觉那个地方这个人是最重要的。那有人会说，台湾有什么好？这个每个人都要去学习经历。我曾经说过，一个年轻的朋友读成功大学，读到后来被人家退学的原因，是因为太喜欢爬山了，连期末考的时候都在山上下不来，结果补考的时候也下不来，后来读到大4才被退学。他干脆就在台南开民宿，专门接待从国外来台湾喜欢爬山的背包客，他就开了民宿。他们住那个地方，他还带他们怎么去爬山，已经过15年了，乐此不乏。他觉得台湾最美的就是山，所以他带人家爬山。那么对你来说是什么？回过头来说，在这个教会，不管你出入多久，不管你是跟着爸爸妈妈从小来的，还是你在什么时刻来的，教会对你而言，是不是像我们今天在告白的使徒信经的第3段，我信圣灵这一段，教会里面重要的一个意义？我们的第1段在说我信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天父上帝，第2段在讲到圣子耶稣基督为了我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第3天复活。第3段在告别圣父、圣子、圣灵的第3个位格，所以我们在说一个上帝3位一体。因此呢，整个使徒信经告诉我们的圣灵是包括后面这些元素，后面这些元素不是切开的。我们把这段再来读一次，来，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所以，我到底信什么？我们盼望借着这几个月，在说使徒信经，你可以把它自己更简化，知道自己相信什么。而我们今天要说圣而公的教会，它是因着圣灵做奇妙的工。你的心怎么想，你的行动就会这样走。你常常如果练习跟人家和睦，原本在说的，如果你熟悉温柔相待，熟悉跟人家和睦相处，这个会改变你的世界。如果你练习这个功课，你可能本来是非常的锋芒思路，本来是非常的动作很快或怎么样等等，但是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特质生命中间，你练习学习那个 peace， 它会改变你的世界。那相对的呢，同样你练习什么东西，你就会得到什么东西。无论是身体或心灵、思想，这个过程会让你更认识我到底是谁。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你练习什么样的东西，你会越来越成为这样的人。那这个就会让你认识到我到底是谁。认识到我到底是谁的时候，就会认识到这个创造你的天父上帝，你跟他的关系就会更亲密，你那个我信就会更实在。刚刚我们敬拜中间在唱的那首诗歌，上帝的信实，日月四季运转，他怎么样的用仁慈来待我们。所以因此你的心思意念，如果将使徒信经越熟透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改变。
因此，我们在说到圣而公的教会，就提到教会。这个教会原本 ekklesia 就是召集啊、呼召或叫邀请，在旧约叫做集会、集合。先知常常提醒百姓要汇聚在一起，他们的汇聚、集会在一起，不是为了别的，为了要赞美上帝，为了要献祭。在新约里面，同样的这种汇聚、集合就是会众，就像我们现在在一起。教会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被邀请、被集合在一起的人。我们就是这样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被集合在一起。所以在过去这10年，我们常常在说教会是什么。弟兄姐妹，你来到这个地方，当然我们要领受天父的恩典。天父的恩典在那个地方，看你什么时候，你怎么样去领受它。太多的恩典在我们的周遭，你什么时候，你怎么样去领受它？你什么时候开始体会到白开水比饮料好喝？而这个白开水是一开始上帝就为我们预备的。我到了很后期，最近这几年，我才开始体会到 cheese 的好吃。不然我以前实在是不喜欢那样一块一块的，或者说怎么样哈，那些 cheese 乳酪的味道不太喜欢。但是真的是现在才稍微体会到。有位伙伴，现在大家都在流行，他也体会到了怎么样让真的是吃饭，越吃你会吃到饭的甜味。臭米饭跟白米饭那个甜味不同，什么都不吃，单单吃饭。所以后来我才懂，难怪小诺在还没有满1岁，他白饭拿起来可以就一直吃，因为原来饭咬了真的是甜的，咬久了真的是甜的哈。好了，这些恩典都上帝早就预备了，你什么时候去领受，然后经历到他的同在？我们来到教会同心敬拜，在这个家就是要领受他原本就已经预备好了。那你什么时候把那个通路，把那个塞子打开，赶快来领受，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天天与你同在。而且来到教会，我们要建造生命，得着真理，借着上帝的话语，每个礼拜我们得着这样的一个真理。在这个地方，我们彼此服侍，你的恩赐可以得着成全。在教会有许许多多的事工，许许多多参与的机会，借着这样，你会发现从上帝所得的恩赐，可以在教会里面得着成全。当然，最重要的盼望，你我们每一位可以在教会里面经历到互动，那中间看到上帝的爱，而不是人的爱。人的爱常常有限，不是常常，永远有限。而且那个爱常常是从自己出发。昨天关怀事工部原本有3位同工预备好了要去龙总探访2位，有2位在龙总住院，后来要出发前2个钟头决定取消，因为时代不一样。有一位住院的伙伴一直说，那个病床的房号一直不跟你讲。牧师，你们就放代祷说谢谢你们的祷告，那就是不讲黄号，好，我们也不好说去跟在龙总服务的那个的朋友说，哎，你帮我查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住哪里，这样不行啊。这个时代要尊重人家。另外一个呢，他已经住院，这2年住院3次了。他说我这次希望能够休养，谢谢牧师，你每天一起线上祷告，真的不要来探访。时代不同了，但是在关系中间，爱的实践我们不会丧失，只是那个方式真的要调整。尤其是像当我们在关怀、在探访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学习到尊重对方，觉得怎么样是更觉得被关怀到。所以这个是在教会的爱在关系中间一直在学习的功课。教会是什么？盼望你能够经历到这些恩典、上帝的同在，而且你对于真理有越来越认识。
生命被成全，彼此能够更相爱。所以我们在说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主耶稣对上帝选召出来的人就是邀请出来你我。耶稣把你我看为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这种比喻表达出耶稣对你我极深的接纳与认同。不管这个手指头有多瘦，或者说这个肢体有多软弱，他把你我看为他身体的一部分，那你可以看那种爱有多大，是极度的认同，完全的接纳。所以在爱的真谛里面，他说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耶稣基督自己对我们呢，对你我，他每一个信任我们，看我们是他的肢体。所以这是教会第一个。但是所以有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会产生两种挑战，一个就是外来的挑战逼迫，你成为基督徒会有从外面来的一些眼光，这个叫逼迫。另外教会里面成为基督徒也会有内部自己的软弱，外部就是我们像很熟悉的，当这些群体刚成立的时候，这些在耶路撒冷在各地的人刚开始在跟人家分享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已经复活了。他们在跟人家分享就是这样的一个核心消息，就会受到传统的犹太公会会堂的迫害。这中间有一位叫扫罗，我们看《使徒行传》9章，他甚至就拿了居票，然后要往外地大马士革要去抓这些说耶稣是基督的人。我们今天说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说了很习惯。2000年前你说主耶稣基督就要被抓，因为你把人耶稣说他是救主 ，Christo 基督，不是啊，弥赛亚还没来啊，怎么会是他呢？所以扫罗就是要去大马士革抓那些说耶稣是基督的人。就在路上，我们都知道这个消息，这个故事，他被主碰到了。你看看主怎么跟他说：“你为什么迫害我？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连耶稣教会的头都会被迫害了，那何况我们连接他的肢体？你会发觉，在你的处境，有时候真的会遇到这种功课、这个挑战，这是外来的。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到现在一样，还是一样有一些内部的问题。所以，这种迫害来，让我们面对苦难。我们可以知道，一个老师这么说，苦难不是问题，而是一个奥秘。因为问题你就可以解决嘛，对不对？奥秘你就不知道怎么办。如果成为基督的门徒，成为教会基督的肢体，会受迫害，这种苦难怎么解释呢？但是我们看到，当教会在受迫害、受苦难的时候，其实基督跟我们一起，他担当我们的苦难，他没有置身事外，他的同在陪伴成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可以胜过苦难，可以胜过你面对的挑战。因此，这外来的其他的因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因为他在苦难中间，他跟我们一起受苦。另外，我们说教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内部的问题，《使徒行传》第5章、第6章就讲到了。第5章讲到哇，大家很热心奉献，可是就有一对夫妇，他把田地卖了，然后来奉献的时候，他就说我都奉献了哈。彼得跟他说，你还没有处理之前，那都是你的。但是你一旦决定要奉献，就要照你自己的决定，怎么可以欺骗圣灵呢？刚开始的教会有这样的情况，在内部教会会有这样，不止这样，连吃饭都会出问题，大家爱餐，有人就会抱怨：哎呦，我们从塞浦路斯来的寡妇拿的比较少，我们从那什么地方来的，怎么都分不到，哎，你们怎么分那么多？引起了抱怨，
这个就是教会里面，2000年后到今天呢，我们仍然还是会这样哦，外来的逼迫，内在的问题。但是这么有问题的教会，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告白是说圣洁的教会呢？圣而公的教会，那个圣洁，就像以弗所书我们刚刚所读的，我们再来念一次，来，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使它成为圣洁，好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缺陷，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因此，你我们是教会，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我们虽然在软弱有限中，却是圣洁的教会。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你可以发现，在保罗面对教会的时候，他也很清楚，教会仍然有软弱。你看哥林多后书2章4节，他这么说：来，我先前忧心忡忡，眼泪汪汪的给你们写了信，并非要使你们悲伤，而是要你们知道我格外疼爱你们。为什么忧心忡忡？为什么眼泪汪汪？你记得保罗写的信有这么样的煽情吗？他这一段竟然这样写：为了你们，我流泪忧心，因为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呀，对不对？不管是吃的问题、敬拜的问题、爱餐的问题，甚至伦理生活出问题呀，这么大的问题，但是他写给他们的信怎么称呼呢？来，我们读下一段来。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同样的，任何一间教会都会有很多的问题软弱，但是我们蒙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蒙召在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是因着耶稣基督，所以才会称为圣洁的教会。纵使我们现在还没有成圣，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次 once for all 永远有效。我们向着这样的一个成圣的方向来迈进。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我们不是在罪人的位置一起聚集，我们乃是在蒙恩的角色地位一起聚集。所以我们虽然来到主面前，会看到自己的不堪，自己有许许多多得罪人、得罪他的地方，在过去的一个礼拜有许多的软弱，但是当我们在主面前，当我们聚集成为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使我们敢有信心跟天父上帝求恩典得帮助。因此最后我们在说圣而公之教会，罗马书5章1到2节这么说，来，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我信什么？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信圣灵继续做这奇妙的工，使我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站立得住就是他爱我，而不是我很好，是我知道他爱我，他接纳我。所以借着耶稣基督，他让我能够欢欢喜喜，而且得着上帝的荣耀。不止在这个时候站立得住，将来还能够得着荣耀。圣而公之教会，这个公原本是源自希腊文，这个字在讲到普遍性。大公的意思就是说到处都有，到处都有。然后它的普遍性有一点像台湾的便利商店哦，哇，到处都有。它的意义在代表超越地区、种族、文化、阶级或时代的限制，这些都会限制人。我们在台湾
你的生活体验跟在马来西亚就是不同，这个地域就是不同，种族真的就不一样。到处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种族，它背后所代表的文化习惯，那阶级更不用讲了。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盼望是大家都能够同心合意，但是因为阶级不同，当然就会有不同的属性、时代的限制。而圣而公的教会，或叫做大公的教会，就是要提醒我们，只要是基督的教会，都是连接在耶稣基督。我们纵使有些事情看不太懂、看不太会，我们也仍然相信那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呢，我们就要找到一个我们可以委身认同的。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教会太多样性了，太多了，在台湾有很多国家不是这么方便，因此我们会照着自己的需要、感觉、感动，游走在各教会，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种因为机会太多了，寻找感动的地方。第二个呢，是可能你会对你所去的教会有一些失望，觉得没有领受而离开，好像那个恩典在，可是我的水龙头还没有打开。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请记得一件，主耶稣基督都没有离开他的教会。只要是主耶稣基督，他都没有离开。如果这样的话，你去哪里寻找一个照你意识形态、照你的习惯、照你的判断是恰当好的教会，你才停留到那个地方呢？那就可惜了。不要成为一个游牧民族，因为教会是属灵的家。我们刚刚读的金句，我们再来念一次，来。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教会里面，我们盼望能够对于真理有继续的领受，然后能够知道这种聚集有特别的意义。每一个聚集，人世间都会有它的目的。刚刚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聚集是敬拜。2天前有一个聚集，叫做号称是造园餐、造园宴，一造两造的造，造园的一个吃饭的一个吃饭。来到那边吃饭的人，都是那些对钱没有概念的人。我们想想看吧，对这些人，钱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对不对？所以你说要请他吃饭，他就很坦白跟你讲，不好意思啦，我比你有钱，我请你吃哈。是啊，那真的是这样啊，他其实他并没有比我有钱，他只是他对钱没有概念了，因为那个时候这种时候对他钱没有概念。人世间有很多聚集，你参与在那中间，因个兴趣，你应该好好的把握那个机会。我觉得，比方说那位黄先生，你至少可以在他的身上看到一些元素。他跟小朋友说这好吃无？那个小朋友竟然要用英文回答，他说：“你不会晓讲台语哦，你踮咧台湾不会晓讲台语哦。”那你至少看到他的一些元素。上帝给你在不同的群体聚集，那些都有一些可能上帝的心意在，而这些心意呢，它的源头在教会。如果你在教会生活更投入、更深入、更认识上帝、更认识自己的话，那么你会在上帝给你的职场、给你的兴趣或给你的一个特殊技能的群体中间，你所跟人家在一起的互动，就不只是那些专业或特殊能力的聚集了。你会把教会生活中间所经历圣而公的奥秘带到你的群体里面，带到你的那个特殊的境遇，带到你有机会见证的地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他的教会圣而公的教会，对于真理更熟悉，我们都能够成为这个教会的柱石。可能年轻，你可能有特别的情境，
但是你会成为这个教会的柱石，让士林基督长老教会越来越健康。不是为了这个教会要大，而是为了让有人来这边进出的时候，他们蒙福啊！你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教会，我们是要盼望在这个地方，我们成为来的人，他们都能够领受到上帝的恩典，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他们能够认识到圣经的真理，他们也能够学习经历爱在关系中间这样的一个互动连结。因此我们要再次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圣父、圣子、圣灵这个教会。我们请起立，我们从教会生活来出发，这是圣而公的教会。天之下感谢天父上帝，你奇妙的创造，来让我们经历你的爱。感谢耶稣基督，我们最好的朋友，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不会孤单，也不用害怕。无论我们在走哪一条道路，都有圣灵你的引导，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圣而公的教会，经历到上帝家的满足跟喜乐。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是奉献时间，请弟兄姊妹预备感恩的心，一同来奉献。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请不必奉献。你恩典每天够我用，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期盼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弟兄姊妹，请起立。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感谢主耶稣，你将我们每一位看为是你的肢体，因为我们借着圣灵真的能连结在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在这混乱、诡谲多变、恩怨情仇的世代，得着安稳自在的力量，成为上帝儿女明光照耀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所决志的一生最爱的就是耶稣，能够继续向前迈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安慰、医治与众人同在，从今日直到主再来。阿们。各位请坐。今天的花语敬拜到这边结束。大家请在殿宇以后再行离开，愿上帝保守各位离去的脚步，有他满满的平安。